去年8月起，中国自由行的旅客来到台湾人数变较少。即马总统蔡英文连任，就旅游业者烦恼讲，敢会参例甘水过冬。短时间内，这款的情形可能无度改善。一寡业者嘛已经有心理准备，各有业者决定要甲旅行社、中国部门拆掉，嘛互人烦恼讲，刷落半年了后，可能有旅行社会提出来卖。 今日去饭店内底拢无啥人，房间大部分拢无人住。国内旅游市场因为经济歹，加上两岸关系无改善，去年中国游客各变少，对旅馆业者造成真大影响。供需稍微有一点失调的话，难免都会有一些影响的。我的业绩都减少了2至3成左右。陆客的自由行又没有宽松的话，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大伤害。去年差不多11月的时候就有做了决定说，如果就是未来还是民进党执政的话，两岸关系预期在不好的情况下，还不如就直接整个市场先把整个部门先裁撤掉。有旅行社感觉就无奈的，虽望其他的部门拢有趁钱，不过中国市场占公司业绩的比例，煞位上好的时阵的2-3成，落甲剩无到1成，嘛互员工愈做愈深。真侪业者拢讲，半年了后可能会出现真侪旅馆要卖，不过就算中国的钱赚袂到，嘛有饭店业者家己找出路，开放密度无险文化之旅，短短3个月就5万的旅客去佚佗，25年来头一届赚钱。必须要来分散我们的客源，因应这个陆客突然不来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，那我们来开放我们的文化这个景点。两岸的交流，我们希望说随着大选结束也能够回归正常。像旅宿业他们的投资的奖励或者是纾困我们已经都做好应变的方案。刷落业者要安怎想办法来请人客，各有政府要安怎实现进前讲的观光立国，拢会是真大的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